聖經使徒行傳2章21節，到那時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嗱，呢段聖經咧係使徒行傳第2章，聖靈降臨嘅時候，降臨之後，彼得同埋10個使徒所講嘅說話，佢哋引用先知約珥講到將來末世嘅時候，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，聖靈要澆灌喺呢班嘅世人身上，特別喺以色列人身上，感動佢哋，叫佢哋信耶穌就可以得救。因為當日到今日，以色列人好多都不相信耶穌基督，但係將來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，聖靈要澆灌喺佢哋嘅身上，佢哋求告主名嘅就必得救。但係現今已經有咗救恩，現今我哋求告耶穌，我哋相信耶穌一樣嘅可以得救。但係神特別嘅恩待以色列人，將來佢再嚟嘅時候，聖靈都要澆灌佢哋，叫佢哋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